每逢轉季，唔少人都會出現鼻塞、流鼻水、打乞嗤、喉嚨痛等症狀，甚至時不時出現耳鳴、頭暈等不適。有啲人以為只係普通感冒或者只係鼻敏感，唔理佢就會自己好返。所以呢啲小問題都好容易俾人忽視，但其實係可大可小，因為呢啲轉季症狀或者都同耳鼻喉健康有關，分分鐘可能係鼻竇炎，而且有機會引發嚴重嘅併發症。但究竟點解轉季會特別容易出現呢啲症狀？鼻敏感、感冒、鼻竇炎又點分？呢一點就要由基本講起。點解轉季嗰時耳鼻喉問題特別多？皆因季節交替期間氣溫忽冷忽熱，加上濕度變化大，就會直接刺激到鼻腔同喉嚨黏膜，特別係喺香港呢一個咁濕冷嘅地方。而當鼻黏膜血管反覆收縮同擴張，就好容易出現充血而腫脹，造成鼻塞、打乞嗤等不適。而當空氣轉為乾燥嗰時，喉嚨黏膜水分流失，亦都容易引起喉嚨痛、咳嗽等症狀。而鼻敏感就同轉季時空氣中嘅花粉、塵蟎等致敏原濃度上升有關，容易誘發過敏性鼻炎。呢一類情況其實係屬於免疫系統過度反應所致，會令鼻黏膜腫脹、分泌物增加，出現流清鼻水、鼻癢同頻繁打乞嗤等症狀。此外，溫差變化亦都會影響人體嘅免疫力，令到呼吸道防禦能力下降，增加感染病毒或細菌嘅風險。如果再加上室內通風不足或者空氣污染，耳鼻喉不適症狀就更容易出現。但值得注意嘅係，長期鼻塞同鼻水倒流係會持續刺激喉嚨同支氣管黏膜，增加咽喉炎、支氣管炎等風險。如果鼻竇引流長期受阻，仲可能誘發鼻竇感染，形成連鎖性嘅呼吸道問題。其實鼻敏感、鼻竇炎、感冒三者嘅症狀都相似，所以唔少人都難以分辨。不過我哋可以由以下各有嘅特徵分辨。鼻敏感以鼻癢、流清鼻水、連續打乞嗤為主，同季節或者致敏原有關，通常冇發燒情況，症狀可持續數週甚至更長時間。鼻竇炎常見黃綠色濃鼻涕，伴隨面部壓痛、頭痛或者發燒，若症狀超過10日未有改善，就需警惕細菌感染嘅情況。感冒屬急性上呼吸道感染，初期通常係流清鼻涕，後期可變成黏稠鼻涕，伴隨喉嚨痛、頭痛或低燒，一般1至2週內就會痊癒。喺香港呢類人口密集、通風條件不一嘅環境入面，過敏源同病原體往往同時並存，鼻敏感、感冒、鼻竇炎三者亦可能同時發生。所以話其實可以可大可小，就係咁解。因此，如果症狀反覆或者有加劇情況，請及早求醫。不過好多人都唔知道幾時要睇醫生。其實病向淺中醫，越早越好。但如果情況出現鼻塞伴隨濃鼻涕，以及面痛、頭痛等超過10日，或症狀時好時壞咗一段時間，就應該盡早求醫檢查，避免延誤治療。轉季耳鼻喉不適雖然常見，但並非小事，及早求醫分辨病因，及時適當處理，先至能夠真正改善症狀，減輕不必要嘅轉季之苦。